今時今日你仲以為幫仔女入名校讀到碩士博士就係必勝嘅 formula？ 咁樣諗就完全錯晒喎。作為投行 interviewer 咁多年，我可以話你知，呢份用幾百萬名校學費堆出嚟，看似完美嘅 CV 喺 interview 面前隨時係一張廢紙，甚至可以係一種令你仔女未來失業嘅知識詛咒。我親眼見過無數名校生喺 interview 被反殺，反而一個非名校畢業生憑住一套頂級思維，直接攞走過百萬年薪嘅 offer。想知點解？今日我就帶你入投行面試室，睇下呢班天之驕子究竟出咗咩錯。無論你係家長定年輕人，呢10分鐘會即時挽救你過去10幾年嘅教育投資。呢套思維亦都係我上集講過 AI 教育金字塔嘅實戰版，未睇嘅快啲去 bio 睇返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就入去投行面試室。講你知一個殘酷真相，由你踏入 interview 嘅頭7秒，倒數計時已經開始咗。只要你講多一句廢話，你喺 interviewer 心裏面嘅形象好容易就會大打折扣。喺呢度，沉默唔係金，廢話係負資產。咁點解高學歷都會被叮走？原因主要有3個。第一，人哋叫你 introduce yourself， 問你 what did you do， 唔係想聽你讀多次。CV 上寫咗記豐功偉績。interviewer 每日咁忙，仲要面試咁多人，如果你唔識 straight to the point， 完全係浪費佢記時間。你做唔到，你就係交緊效率稅。第二，教科書話你知打仗黃金升，點知因為美伊戰爭升咗之後，金價反而因為流動性問題而暴跌。如果你仲執着舊知識，你仲覺得 formula 就係真理，咁你喺我眼中只係洋藍籌垃圾。你要識得 unlearn to learn。第三，高學歷只係證明你喺考試溫室入面生存得好好，但現實世界要處理嘅係地緣政治、全球經濟，甚至 AI 科技、Covid 病毒同埋上太空都要識。學歷只代表你嘅過去，但拆解力先係你嘅未來。如果你仲沉咗喺自己張 Dean's List 度，唔好意思，呢度真係唔適合你啦。當你發現自己引以為傲嘅學歷變成咗詛咒嘅時候，你就需要一套全新嘅作業系統。以下係一套可以令你反敗為勝嘅頂層思維框架。第一個 pillar， 自我動力 self-motivation。喺投行呢種高壓環境，我唔需要聽話嘅機器，我要嘅係 killer instinct。遇到問題，你唔單止要自己揾答案，仲會主動優化成套流程。呢種 motivation 帶動既 innovation， 呢個先係為團隊創造價值嘅唯一方法。如果只係跟指令做嘢， AI 一定做得比你更好。呢度嘅啟示就係，當你每日擔心你嘅仔女有冇攞高分嘅時候，你有冇問過佢，其實你最中意嘅係啲乜嘢？我話你知，一個冇動力嘅高材生，絕對係 interviewer 眼中 value trap 價值陷阱。學歷係面子，動力先係底子。第二個 pillar， 認知深度 cognitive depth。好多家長覺得仔女飽讀詩書係優點，但呢個其實係最致命嘅詛咒。點解？因為執着書本嘅人通常最驚犯錯，佢哋習慣咗嘅標準答案嘅慣性思維喺呢個 dynamic 動態嘅世界會變得特別脆弱。教科書話打仗黃金一定升，但2026年伊朗開戰，金價衝高2日就插水崩盤。深信 textbook 嘅人入晒貨，結果輸身家。點解？因為你唔明 first principle。黃金避險係基於流動性充足，但當打到連大戶都要 margin call 救命嗰陣，現金緊要過避險。黃金已經升到咁高，自然變咗最好嘅套現工具。呢個就係流動性陷阱。如果你只識背書，你只會見到金價升；但係如果你識拆解本質，你先會見到生存機會。呢種舉一反三嘅拆解力，先係投行最需要嘅 alpha。翻去睇下你仔女，你係教佢背書定係教佢思考呢？記住，學歷證明過去，只有 adaptive mindset 適應力 critical thinking 獨立思考，先保得住你嘅未來。第三個 pillar， 溝通力 communication。高學歷特別係碩士博士嘅，死得最慘嘅地方係知識嘅傲慢。佢哋成日覺得我講咗啦，你聽唔明，係你水平低。但我話你知，喺投行 interviewer 眼中，呢種諗法係最幼稚嘅自我毀滅。因為溝通既負面，後果永遠都係由講嗰個人承擔。想象下你同高層做 presentation， 如果你唔識將複雜嘅事簡單化，你會覺得佢哋會點諗？我最中意愛因斯坦講嘅呢句：如果你唔識簡單解釋，就證明你根本唔識。喺度簡化力係最高級嘅智商表現。留意下你個小朋友，
你係咪淨係讚佢識好多新字，識好多複雜理論呢？但其實唔識解釋，識幾多都係毫無意義嘅。要提醒佢將複雜嘢講到連阿婆都明，呢種先至係連 AI 都取代唔到嘅影響力資產。第4個 pillar， 人際信用 people skills。Interviewer 望住你嗰陣，佢心入面諗緊，如果要團隊同你困埋14個鐘，趕一個幾十億嘅 project，你會係好戰友，定係一個要人哋執手尾嘅麻煩友？名校生最易有一種高人一等嘅感覺，但係職場上最需要嘅係 humble but confident， 自信但謙虛，對身邊嘅夥伴有記尊重。反去睇下你嘅仔女，當你教佢贏過其他人嘅時候，有冇教佢有時要同其他人一齊贏？記住，一個人可以行得快，但一班人先行得遠。總結嚟講，點解投行一般唔會特別鍾情高學歷？因為喺 AI 面前，死知識根本係徒勞。我見過咁多位成功嘅 director 同 MD， 佢哋身上最強嘅 alpha， 永遠唔會係學歷，而係極致嘅好奇心。喺我眼中，高學歷但毫無動力嘅人，好似新車落地咁折舊嘅資產；而充滿 hunger 嘅人，渴求每件事嘅底層真相，先係具備無限可能嘅成長型股票。呢啲思維喺 AI 年代更加變成唯一嘅生存之道。記住，專業知識可以教，甚至乎 AI 可以做得更好，但骨子裏嗰種想要贏嘅動力係永遠教唔到嘅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iBank 真相幫到你，記得 like 呢條片 share 俾身邊追求卓越嘅家長。如果你想睇更多 iBank 面試或者職場內幕，請喺下面 comment 話我知。最後送大家一句話：喺 AI 年代，認知差距先係未來最大嘅貧富懸殊。我係投行爸爸，下次見。